每個人生活中總有面對重大決定的時候，當恐懼悄悄侵入，我們的心開始動搖時，我們該怎麼辦？真正的勇氣是即使害怕也能堅定立場，做出正確選擇的勇氣。在撒母耳記下19-12中，我們遇到了約押，一位面臨可怕處境的將軍。以色列的敵人聯合其他國家和僱傭兵，準備發動攻擊，但約押並未驚慌。他將軍隊戰略性地分成兩部分，與他的兄弟亞比篩合作，並對士兵說：要剛強壯膽，為我們的百姓和神的城奮戰。這不僅是一場激勵人心的演講。約押在恐懼中展現了信仰與領導力，信靠神來引導他們。我們每個人也都會遇到可怕的時刻，也許是在工作場所決定是否要為不公之事發聲，或是與家人展開一場艱難的對話。在這些時刻，真正的勇氣意味着信靠神的力，並且邁出第一步。聖經告訴我們，約押的勇氣指向更大的意義，耶穌的決心。耶穌選擇走向十字架，面對恐懼以遵行神的旨意，戰勝了罪與死亡。使徒們在聖靈的充滿下，也在反對聲中勇敢地分享福音。無論你是否是基督徒，在艱難時刻，我們都需要勇氣。真正的勇氣不是沒有恐懼，而是信靠神並選擇正確的事。今天，如果恐懼讓你退縮，請記住神與你同在。邁出信心的步伐，你就已經展現了勇氣。神賜給我們做出正確選擇的力量，所以讓我們戰勝恐懼，勇敢前行吧。